大家好，以下為綜合多方面營養價值考量的10大最有益水果排行榜。1. 蘋果，富含果膠，可促進腸道健康，降低膽固醇。其含有的槲皮素是抗氧化劑，能保護細胞免受自由基損傷，增強免疫力。每天約一個蘋果，對心血管和消化系統都有益。2. 香蕉，高鉀低鈉，有助於維持心臟正常節律和血壓穩定。富含膳食纖維，可促進腸道蠕動，緩解便秘。此外，香蕉中的色胺酸能轉化為血清素，改善情緒，減輕焦慮。3. 橙子，維生素 C 含量極高，能增強免疫力，預防感冒。其含有的類黃酮、檸檬苦素等成分有抗氧化、抗炎和防癌作用。橙子皮中的揮發油還可開為理氣。4. 藍莓，抗氧化能力超強，所含花青素能保護眼睛，預防視網膜病變，改善視力，還對大腦健康有益，能提高記憶力，延緩神經衰老。5. 葡萄柚，熱量低，富含有皮筋等生物活性成分，有助於降低血糖、血脂。豐富的維生素 C 可美白肌膚，其獨特香氣還能舒緩情緒。6. 獼猴桃，維生素 C 含量比橙子還高，還含有多種維生素和礦物質。獼猴桃中的奇異果酵素能促進消化，分解蛋白質，減輕腸胃負擔。7. 梨，水分充足，能潤肺生津，緩解咽喉乾燥疼痛，含有配糖體及油酸等成分，對肺結核、氣管炎等呼吸道疾病有輔助治療作用。8. 草莓，外觀鮮豔，富含多種維生素和果酸。草莓中的天冬胺酸可自然平緩地去除體內礦渣，有排毒養顏功效，且口感酸甜，能增進食慾。9. 芒果，富含維生素 A 和維生素 C。維生素 A 對眼睛和皮膚健康有益，可預防夜盲症和皮膚乾燥。芒果中的芒果甘有明顯抗氧化和保護腦神經元作用，能延緩細胞衰老。10. 石榴，含有石榴多酚和花青素等強抗氧化劑，能清除體內自由基，延緩衰老。石榴汁對心血管有保護作用，可降低膽固醇和血壓。香港水果市場上比較受歡迎的水果有很多，以下為你介紹一些熱帶水果。芒果，如小台芒、海德芒果等，價格相對實惠且果味濃郁香甜。榴蓮，以金枕頭榴蓮較為常見，價格相對親民，果肉香甜滋補。貓山王榴蓮口感更佳，不過價格較貴。菠蘿，酸甜可口，果肉鮮嫩，每年5月左右上市，價格便宜。菠蘿蜜，果肉厚實，味道甜蜜，香氣濃郁。百香果，富含維 C，可直接食用或泡水，味道酸甜，常被用於製作飲品。亞熱帶水果，荔枝、糯米糍、妃子笑、桂痱等品種味甜香濃，每年5月中旬左右是最佳品嚐時節。龍眼，口感軟糯，甜度高，營養豐富，與荔枝同期上市。楊桃，清甜多汁，口感脆嫩，富含多種維生素和礦物質。枇杷，味道甜美，營養豐富，有潤肺止咳等功效。溫帶水果，蘋果，營養豐富，是最常見的水果之一，有蛇果、水蜜桃蘋果等品種，口感多樣。橙子，富含維 C，味道酸甜，有美國進口的橙子等，大顆且品質好。車厘子，尤其是塔斯曼尼亞金袋鼠車厘子很受歡迎，個頭大，口感脆甜。葡萄，如德昌產的香印青提，以及浪漫紅顏、藍寶石、克倫生等品種，品質優良。多謝大家。